Hello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，阿文哥，又到了我们来解说客家歌曲的时间。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吴胜志的《桃花开》。好，一样是我们苗栗大湖乡这个吴胜志老师，他是我们客家歌曲的先驱鼻祖哈，很厉害的。那我们来逐句来分析这首客家歌的歌词发音以及它的意思。桃花开来菊花旺，桃花开来菊花旺，桃花开来菊花黄。然后这首歌呢，必须要在那后面那一句里面会加上哪里，这样唱起来会比较好听。桃花开来菊花哪里旺啊，要这样子再加上哪里两个字进去啊。第二句。阿哥相爱有三行。阿哥相妹有三行，阿哥想妹妹啊有三项啊，有三项。这个桃花开原来的是桃花过渡，是男女对唱的啊，也有人是后期也有人类似的这样的男女对唱。但是这个吴胜志老师呢，他制作这个，他把古词古调做成这个流行歌之后，他有把歌词稍微更动，自己重新填进去之后，变成可以一人独唱。好，那我们继续。一来相爱艳阳阵，第一个是想妹妹的啊，想妹妹的什么东西？鸳鸯枕头啊，鸳鸯枕啊，其实是这个歌词是很有含义的，是借由鸳鸯枕来代指什么东西呢？那这其实原来的意思是指那个妹妹的那个手背啊，就哥哥想要躺在妹妹的手背上面的意思。一来想妹鸳鸯枕，一来相爱艳阳阵。你来曖昧上啊哪里藏？你来曖昧，你来曖昧啊！二来要妹妹的什么？象牙哪里藏啊？象牙床啊，象牙床啊，象牙床，这个是用象牙床来代成妹妹的身躯多么的白皙啊！象牙床，你来暧昧，象牙哪里藏？第三个呢是救命药方啊，高张高药店就是中药店啊，药店里面张有救命方哈，把那里放进去，救命那里方哈，高张高药店张有那救命哪里方有的药哈，药店才有救命的药方哦。好像一样啊，头发开，桃花开，菊花黄了。阿哥相妹相郎，阿哥相妹相郎，哥哥想妹妹，妹妹也想情郎啦，妹相郎啊。千里路途妹来访。好，开始来啦，千里路途，千里的路途。妹来访，妹妹千里迢迢的来拜访哥哥，拜访情郎。哎呀，心情真快乐啊！可比春天，可比春天，见月光啊！春天又见到了月光，多么的开心啊！就是妹妹来拜访哥哥嘛。可比春天，见月哪里光啊？高张高玉店张有救命哪里放我都有。高张高玉店张有救命房啊！哎呀，妹妹来看哥哥啦，这是救命的药方哦。桃花开来菊花哪里旺？桃花开菊花黄哦。松松堆堆心上郎啊，这一句来松松堆堆心上郎，
就是他这边是双双对对，心里很爽朗啊，这是为了押韵的关系，心爽朗啊。没有言语对哥讲啊，妹妹你有什么话有言语啊？妹妹有言语要对哥哥讲哦，讲什么呢？万古千秋，秦末哪里团？万古千秋啊，万古千秋啊，秦末团啊，情不要断，情莫断啊，把哪里加进去？秦末哪里团？啊，又来喽！高张高，药店张有那救命哪里风有得有，药店才有救命的药方哦。这首桃开非常的轻快，希望大家都能学起来，跟着阿文哥的解释来说明，大家都能把客家歌好好的唱下去。而且是这句有情妹对有情郎，有情的妹妹啊，对上了有情的郎啊，有情妹对有情郎，有情妹对有情郎啊，来。哦，两个人开始谈恋爱喽，两人多情啊，伴伴拥啊。两人多情伴伴拥，两人很多那个相爱的很多情感冒出来了，很多情节啊，伴伴拥啊，很多的样态啊，两人多情伴伴拥。可比衬衫对哪里用？好，可比衬衫对哪里用？好，其实这边是叫陈三对五娘啊。可比陈三对五娘，这个是以前的这不是，这是泉州的歌仔戏里面的陈三五娘哈的一个爱情故事啊，他们两人相爱的，跳脱了世俗的自由恋爱的爱情故事，他那个吴胜志老师呢把它放进来了。可比陈三对哪里娘啊？陈三对五娘啊，好。高山高，药店藏有救命哪里风哦都有。哎，高山高，药店藏有那救命哪里风有都有。哎呀，谈恋爱真棒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听众观众们啊，听完阿文哥的解析，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学到这一个吴胜志老师的《桃花开》，轻快又活泼啊，自由谈恋爱真是很棒。好，也欢迎帮我们的客家歌曲继续的传唱下去。不管你是客家人，你是闽南人，还是什么什么国家的人都没有关系。客家歌也有很好听的部分。好，以上就是吴胜志老师的《桃花开》。